你試過未？夜晚收工返到屋企，見到個男朋友仲攤喺張梳化嗰度打機，台面一堆外賣盒，佢見到你第一句就係老婆，我冇錢交租啦。你望住佢，再望望自己個荷包。呢個月你又幫佢埋咗單，你問自己點解次次都係我？點解我成日遇到呢種人？今集唔同你講風水，唔同你講流年，直接教你兩招絕學。睇清嗰啲想走捷徑嘅軟飯男同心機女，你唔使再蝕底俾人，唔使再喊住口問點解，因為由呢1分鐘開始，你要學識睇人先睇面相由心生。呢句話從來唔係空話。一個人心術正唔正，對感情專唔專一，係忠厚老實定係滿肚陰謀，面相上全部有跡可循。情場上蝕底咗先嚟後悔，不如早啲學識大眼識人，由眉毛眼睛鼻嘴入手，一眼睇穿身邊嗰啲軟飯男同心機女識人，永遠係第一步。雙人尤其重要。食軟飯嘅男人面相上逃唔出幾個明顯嘅特徵，佢哋嘅共同點可以用4個字概括：陰柔有餘。陽光不足，一個男人如果生得比女人仲靚，皮膚比女人仲白，把口比女人仲白，把口比女人仲甜，先唔好開心住，反而要小心先睇眼神。呢類男人通常有一對所謂嘅桃花眼。咩叫桃花眼？眼神唔係正直望人，而係眼神游離似笑非笑，眼尾帶勾。當你同佢講話時，佢睇嘅唔係你嘅眼睛，而係你嘅嘴、你嘅頸、你嘅手袋。呢種眼神唔係出於尊重，而係出於評估。佢喺度評估你身上有咩可以利用嘅價值。呢種人心思唔喺事業，全部喺點樣討好異性。佢唔會花心機去進修、去創業、去拼搏，因為嗰啲嘢太辛苦啦。佢揀咗一條最舒服嘅路，用感情換資源，用把口換生活。眼睛成日好似有淚水冚住嘅男人，自以為風流，實則下流，最愛對女人耍手段設陷阱。眼肚下如果有一條天生嘅紋延伸至眼尾，代表呢個人一生獵豔無數，中意主動出擊追求異性，從來唔會停。再睇鼻頭有肉嘅人內心無毒。反過嚟講，鼻頭冇肉嘅人內心係貪婪嘅、懶惰嘅，想不勞而獲嘅。男人鼻梁塌陷或鼻翼過窄，代表佢缺乏主見、冇衝勁，只想依附他人。呢種男人唔會覺得自己食軟飯有咩問題，因為佢根本冇嗰種自己揾食嘅概念。佢認為女人養男人天經地義。有啲男人40歲人仲冇一份正職，全靠女朋友、老婆甚至係前女友接濟。當你問佢點解唔去做嘢時，佢會話你唔理解佢嘅理想，唔支持佢嘅夢想。真相係佢嘅夢想就係唔使做嘢，你嚟養佢。鼻翼過窄嘅男人仲守唔住財，賺到錢就會使晒，使晒之後就會問身邊嘅女人攞。佢唔會儲蓄，又唔會規劃，唔會為將來打算，因為喺佢嘅世界觀入面，將來係屬於其他人嘅。即係你負責規劃，你負責儲蓄，你負責將來，佢淨係負責享受。而家再睇下巴。下巴喺商學上代表家宅運、晚年運同責任感。下巴生得平而闊嘅男人，代表佢享受家庭生活，中意同屋企人相處，有責任心，會照顧老婆同細路。但如果一個人下巴尖過把刀、尖過釘，完全冇肉，就代表佢晚景堪憂，冇家庭責任感，只顧眼前享受。呢種男人唔會諗將來，唔會諗結婚之後點樣養家，唔會諗生細路之後點樣教育，佢只係諗今晚去邊度食，聽日去邊度玩，後日問邊個女人攞錢。你同佢講結婚，佢會話結婚只係一張紙。你同佢講生細路，佢會話細路太麻煩。你同佢講買樓，佢會話樓市太貴唔值得。總之，所有需要佢負責任嘅事，佢都揾到理由推搪；而所有唔需要佢負責任嘅事，譬如你請佢食飯，你買嘢俾佢，你幫佢交租，佢全部都會欣然接受。廿把尖嘅男人仲有一個特徵，就係食碗面反碗底。佢用你嘅錢住你嘅屋，食你煮嘅飯，但係一旦遇到一個更有錢、更慷慨、更願意養佢嘅女人，佢會即刻走人，連頭都唔回。喺佢嘅邏輯入面，佢從來冇承諾過你任何嘢，佢只係接受你嘅好意，而唔係虧欠你任何嘢。再睇皮膚男人，面色過白，往往帶陰氣。呢種白唔係健康嘅白，而係一種蒼白、冇血色、冇陽光之氣嘅白。呢類男人通常缺乏陽光、缺乏運動、缺乏奮鬥嘅熱氣。佢哋成日留喺室內啦，唔係做嘢，而係度橋。佢哋有高超嘅社交技巧。摸準任何女人嘅脾氣，佢哋知道講咩話會令你開心，知道做咩動作會令你心軟。呢種溫柔背後係精心計算過嘅投資，因為佢知道氹得你開心，
你就會心甘情願咁俾錢佢使。有啲女人男朋友生日時送名牌手錶，自己生日時男朋友送個蛋糕仔，就算仲要覺得佢好有心，有心嘅男人唔會只送個蛋糕仔，有心嘅男人會想辦法令你過得好，而唔係想辦法令自己過得舒服。一個男人如果眼神閃縮、下巴尖過釘、鼻頭冇肉、面色蒼白，你仲指望佢帶你發達？佢唔將你食乾抹淨就已經算仁慈㗎喇。記住，真正嘅男人係要出去打拼嘅，唔係留喺屋企等你養嘅。你養佢一日，佢就當係應分；你養佢一年，佢就當係習慣；你養佢10年，你唔養佢嘅時候，佢就會當你仇人。講完，男人再睇女人渣，從來唔係男士嘅專利。有啲女人臨近結婚先跑過嚟問我嫁邊個好，原來佢哋同時有好幾個男朋友。仲唔知揀邊個，反而從來冇見過男士有同類問題，所以要明白高端嘅獵人往往以獵物嘅姿態出現。你以為你係主動追求嗰個，實際上你係被揀中嗰個。心機女嘅特徵係乜？佢哋嘅攻擊性隱藏喺溫柔背後，等你發現嘅時候已經太遲。先睇顴骨女人，顴骨高，突冇肉包住，突出嚟似刀削一樣，呢個就係典型嘅顴骨高，殺夫不用刀。也什麼變化？雖然呢句話聽似係殘忍，但確實有佢嘅道理。因為呢種女人控制欲極強，凡事要以佢為中心，佢唔會俾你有自己嘅意見，唔會俾你有自己嘅空間，唔會俾你有自己嘅朋友。你所有嘅事都要經過佢批准。你揾幾多錢？你見邊個朋友？你幾點返屋企啊？全部由佢話事。你以為佢係關心你，實際上佢係控制你。佢嘅溫柔係一種手段，佢嘅體貼係一種策略。佢會先對你好到令你習慣佢嘅存在，令你離不開佢，然後佢就會開始慢慢收緊條繩，一步一步咁剝奪你嘅自由，一步一步咁侵佔你嘅生活，到最後你會發現自己乜嘢都要問佢，乜嘢都要得到佢批准，乜嘢都要得到佢批准，連你自己都唔認得自己。呢陣時你已經唔係一個獨立嘅人，而係佢嘅附屬品。顴骨高嘅女人比較心好重。佢會成日將你同其他男人比較，人哋男朋友揾幾多錢，人哋男朋友送咩禮物，人哋男朋友去邊度旅行。佢唔係想激勵你進步，而係想製造你嘅愧疚感。等你覺得自己唔夠好，自己虧欠咗佢，然後你就會更加努力咁去滿足佢嘅要求，更加心甘情願咁被佢控制。再睇眼尾，眼尾微微向上翹嘅女人，通常聰明有魅力，懂得點樣利用自己嘅優勢。但如果眼尾上挑過激，角度太誇張，尤其係配上一對細長嘅丹鳳眼，呢個就係商學上所稱嘅狐狸眼。呢種女人極度聰明，而且極度自私，佢知道自己要乜，亦都知道點樣得到佢想要嘅嘢。佢擅長利用資源，包括你喺佢眼中，你唔係一個伴侶，而係一個資源提供者。佢會對你好，但佢嘅好係有代價嘅。每一餐飯，每一份禮物，每一次關心，佢都會記低。將來有機會嘅時候，佢會一次過叫你還。你唔好以為佢愛你，佢愛嘅係你提供嘅生活。如果你有一日生意失敗、失業或者收入減少，你會發現佢嘅態度變咗，電話少咗，信息短咗，見面嘅時候心不在焉，佢唔會直接同你講分手，因為咁樣太明顯、太無情，又會影響佢嘅形象。佢會用冷淡嚟逼你自己走。等你自己提出分手，然後佢就可以扮演受害者，名正言順咁去揾下一位資源提供者。眼型修長而細，眼頭呈少許勾曲，眼睛黑白佛。而有神嘅女士最得男人歡心，一生桃花極重，即使到40、50歲桃花仍不斷。呢種女人唔會缺少追求者，因為佢哋天生就有一種吸引異性嘅魅力。但魅力大唔代表心地好眼肚下。若有一條天生嘅紋延伸至眼尾啊，代表一生多桃花，容易受男人嘅感情誘惑所影響。眼睛大、眼珠大嘅人容易招惹冤枉桃花，即係無端招惹好多不必要嘅爛桃花。而眼睛細如水汪汪嘅人，則容易陷入三角關係好色，表面看似無辜，實則內心慾望強烈，對感情唔專一。再睇聲音，聲音代表一個人嘅內火，代表一個人嘅性情。一個女人如果把聲沙啞、粗粗似破鑼一樣，又或者聲音過於低沉粗獷，都係一個危險信號。聲音過粗嘅女人性格剛烈、急躁，容易反面。佢追求你嘅時候可以好溫柔、好體貼，但一旦你滿足唔到佢嘅要求，或者佢覺得你冇利用價值，佢會即刻反面唔認人。
你之前對佢嘅所有付出喺嗰一刻全部化為烏有，佢唔會有絲毫嘅感激，因為喺佢嘅邏輯入面，你之前對佢好係你自願嘅，唔關佢事。佢甚至會覺得你對我好係因為我有魅力，而唔係因為你真心。呢種女人最難應付嘅地方係佢唔會同你講道理，佢只會同你講情緒。你同佢講邏輯，佢同你講感受；你同佢講事實，佢同你講你唔愛我，你永遠都贏唔到佢。因為佢嘅武器係情緒，而情緒係冇邏輯可言嘅。再睇被女人，如果鼻頭尖、鼻翼薄、鼻梁起折，尤其鼻頭向下垂呈鳩狀，呢個就係俗稱嘅鷹鈎鼻。鷹鈎鼻嘅女人精於計算，每一分付出都要計回報。佢對你好，唔係因為佢中意你，而係因為佢覺得你呢個人有投資價值。佢會同你計較每一餐飯、每一份禮物、每一次約會嘅開支。喺佢心目中，感情係一盤生意，你係一個客戶。如果有一日佢發現另一個男人性價比更高，佢會毫不猶豫咁離開你。你唔好怪佢絕情，因為從一開始佢就冇投入過真情。有啲男人被鷹鈎被女人分手之後，仲要覺得係自己唔好，係自己配唔上佢。真相係你唔係配唔上佢，你係滿足唔到佢嘅胃口。而佢嘅胃口係永遠都滿足唔到嘅，因為佢要嘅唔係一個男人，而係一部無限額提款機。唔好見到靚女就暈頭轉向，嗰個鼻頭尖到可以逼人嘅女人，佢望住你嘅眼神唔係愛，而係望住一張支票。你喺佢心目中值幾多，取決於你銀包入面有幾多。你銀包裝滿嘅時候，佢係你嘅小甜甜；你銀包乾塘嘅時候，佢就係你嘅陌生型。講完軟飯男同心機女嘅面相特徵，仲要介紹一套獨門絕學，將寒熱命論同人性互動結合埋一齊睇。除咗睇面相，仲要睇命格嘅先天性格。一個人嘅出生月份決定咗佢先天嘅性格傾向，亦都決定咗佢容唔容易被某類人呃。出生時間可以劃分為三大類：熱命人生於立夏，西曆5月6日後至立秋，西曆8月8日前。即係夏天出世嘅朋友，熱命人嘅性格特質係衝動熱情，容易信任人，做事唔經大腦。佢哋一聽到甜言蜜語就會心軟，一見到外表靚嘅人就會失去理智。所以熱命人最容易成為軟飯男同心機女嘅目標，因為佢哋太容易氹、太容易信、太容易付出。有一位熱命人嘅客人，30幾歲嘅女強人，事業做到風生水起，但係感情上一次又一次咁俾人呃佢。每一次都係同一個模式，遇到一個男人，男人對佢好好，佢覺得今次終於遇到真愛，然後佢就全心全意咁付出金錢、時間、感情，全部俾晒對方。結果每一次都係同一個結局，男人攞夠嘢就走人。原因好簡單啫，因為你太容易信任，太容易付出，太容易氹。你嘅成功係你嘅優點，亦係你嘅弱點。你喺商場上面精淨，但係喺感情上面，你係一隻盲頭烏蠅。忠告熱命人拍拖之前先問3個朋友嘅意見，唔好自己話事，因為你嘅判斷力喺感情呢件事上面係信唔過嘅。朋友話呢個人唔對路，你就要信；朋友話你太衝動，你就要停。唔好覺得朋友唔理解你，朋友唔知道你哋之間嘅感情，朋友睇得比你清楚，因為朋友係旁觀者。而旁觀者稱寒命人生於立秋，西曆8月8日後至驚蟄，西曆3月6日前，即係秋冬天出世嘅朋友。寒命人嘅性格特質係冷靜、多疑、謹慎，唔容易信人。佢哋唔會咁易被甜言蜜語氹到，亦都唔會咁易付出感情。但寒命人有一個致命弱點，佢哋一旦信咗一個人，就會信到十足，唔會輕易改變。所以寒命人最危險嘅時刻唔係拍拖初期，而係拍拖後期。當佢哋已經完全信任對方嘅時候，就係對方可以出手呃佢哋嘅時候。有一位寒命人嘅客人，40歲嘅男士，專業人士，佢拍拖初期好謹慎，同女朋友相處咗2年先至開始認真。但係一認真佢就完全投入，將女朋友當成未來老婆咁對待。女朋友話要開鋪頭，佢俾錢；女朋友話要買樓，佢俾首期；女朋友話要去旅行。佢埋單，結果女朋友攞個嘢就走人，仲要同佢講：我覺得我哋唔適合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太信佢，你謹慎咗2年，然後你放鬆咗，你嘅放鬆就係你嘅死亡。唔好以為相處咗2年就一定冇問題，有啲人呃一世，你2年算得係乜？忠告寒命人可以慢熱，可以謹慎，但一旦決定信一個人，都要保持3分清醒，唔好因為信咗就盲咗。
要記住，信任係建立嘅，而唔係一勞永逸嘅。今日信佢，聽日都要繼續觀察；今年信佢，出年都要繼續評估，因為人係會變嘅，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老平命人。生於驚蟄，西曆3月6日，後至立夏，西曆5月6日前，即係春天出世嘅朋友，平命人性格相對平衡，既唔係太衝動，又唔係太冷漠，佢哋被騙嘅機會相對較低。但平命人容易犯嘅錯誤係太過理性，佢哋以為自己用理智分析過對方就一定冇問題，但感情呢樣嘢好多時係超越理性嘅。有一位平命人嘅客人咁講：我同佢拍拖之前已經分析過佢嘅收入、佢嘅家庭、佢嘅社交圈子，全部冇問題。點解到最後都係分手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只係分析咗表面嘅嘢，你冇分析到內心嘅嘢。你可以分析一個人嘅銀行戶口，但係你分析唔到一個人嘅良心；你可以分析一個人嘅社交圈子，但係你分析唔到一個人嘅真誠感情。呢樣嘢有好多嘢係超越理性嘅。你如果淨係用理性去分析，你就會忽略咗直覺，而直覺往往比理性更準確。忠告平命人要相信直覺，而唔係淨係相信分析。有時你心裏面覺得唔對路，就係真係唔對路。唔好再揾數據去合理化對方嘅行為，你心裏面嗰把聲就係你嘅守護神，唔好唔聽佢。呢個就係寒熱命論同人性互動嘅精髓。唔同命格嘅人有唔同嘅性格弱點，亦都有唔同嘅被騙風險。你只要知道自己係邊一類命格，就知道自己要警惕邊一方面。仲有一點特別重要，睇相唔可以淨係睇一個特徵就下定論。一個男人鼻頭冇肉，唔一定就係食軟飯嘅。一個女人顴骨高，唔一定就係心機女。商學講嘅係綜合判斷，要睇齊所有特徵，再結合對方嘅行為態度、生活習慣，先至可以做出準確嘅判斷。有啲人面上有啲特徵唔好，但心地好好；亦有啲人面上樣樣都好，但內心邪惡。所以唔可以淨係靠面上去判斷一個人，要睇整體，面上行為、言語、態度，全部都要睇。如果一個男人鼻頭冇肉，但佢勤奮工作、努力上進、對家人負責，咁佢就唔係食軟飯嘅人，佢只係生得唔好。相反，如果一個男人鼻梁高挺、下巴闊大、五官端正，但佢成日問女人攞錢，成日無所事事，成日講大話，咁佢就係生得靚仔嘅軟飯王，反而更加危險，因為佢嘅外表會令你放鬆警惕。面相係參考，行為係證據。睇到對方有可疑嘅面相特徵，就要提高警覺。然後觀察佢嘅行為，如果行為都有問題，咁就應該要小心；如果行為冇問題，就唔好因為人哋生得唔好而歧視。人哋雙學係俾人參考嘅，唔係俾人去歧視嘅。一個人面相唔好唔代表佢一定係壞人，一個人面相好唔代表佢一定係好人。雙學講嘅係傾向而唔係注定。但如果發現對方五官不端，加上行為不誠，即係佢生得唔好，做嘢又鬼鬼祟祟，講嘢又前後矛盾對待，侍應又冇禮貌，提到前任就全部係對方嘅錯。呢個時候就應該識得閃人啦。呢一輩子流流長，總會有機會遇上幾個人渣，遇上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識得隔渣，將啲渣滓隔走，唔好俾佢哋留喺你嘅生活入面。唔需要報復，唔需要追究，只需要行開，因為同呢啲人糾纏，浪費嘅係你自己嘅時間、自己嘅青春、自己嘅感情。你同佢糾纏多一日，你就遲一遇到真正對嘅人；你同佢計較多一分，你就少一分精力去過好自己嘅人生。最好嘅風水唔係揾到一個好對象，而係自己要保持清醒。人清醒咗，自然就識得揀；人糊塗嘅，就算神仙都救唔到。所以與其求神拜佛問姻緣，先學識點樣睇人，點樣保護自己，將對眼擦亮，將個頭腦清醒，自然就會吸引到好嘅人、好嘅事、好嘅運。呢個係最根本嘅風水，最根本嘅改運。好多人問點樣先可以行好運？首先唔好俾人呃，首先唔好行衰運，自然就會行好運。好運唔係天跌落嚟嘅，好運係自己保護出嚟嘅，又保護到自己嘅錢財，保護到自己嘅感情，保護到自己嘅時間，就已經贏咗大部分人。因為大部分人嘅失敗都係因為俾人呃、俾人利用。如果能夠避開呢啲嘢，人生就已經成功咗一半。